来看中油宣布油价稳定的机制，为12月份开始要来调整，估计一年会当减了100多亿，也就是讲以后民众加油起价可能会起愈济。有学者就指讲，中油会了钱是运作的模式，爱来解决。92加满，油表从零开始；98加满，油表从零开始。 未来油价起幅度可能爱扩大咯，影响国际油价甲国内报价稳定。中油公司公布油价双平分机制都要调整，赛车通勤族甲运将恐惊上受影响。就是影响到收入了，但是我又是油电的，所以我的油是更省的。跑多人才有差了，我没有跑很多了。我们油价本来就要比国外便宜啊，对不对？ 照咱的即项油价双平分措施，其中2007年开始，阿林哥上价格原则，爱确保国内汽柴油税前介绍评比日韩、香港、新加坡较悬。未来新制程度是咧比较前爱先排除在国家政府的油价补贴条件。另外，伫2018年做了95无烟汽油做指标，零售的介绍达到30块砍斩了后，中油会照3阶段进行吸收，互油价慢慢起。新制调悬做32.5块。 汽修砍斩，拢向顶悬增加一个级距。中油表示，近8年期间，业绩汽修金额达到1091亿，负债比高达93%，爱调整平分上期制来补强经营韧性。过去2014年回来，若套用相同一年营收，应增加164亿。非预期的调变呢，对消费者来讲是不利的。这国营事业有没有努力？ 在控制好它的不必要的支出跟成本呢？首先，大家都知道，为了买天然气，拼命的出钱；再下来建造这个基础设施的时候，过度投资的这个现象等等之类的。学者认为，现在除了对消费者不利，也认为中油是国营事业本来就有稳定不价任务。至于了钱原因，唔乃是买油，是需要解决体制的问题。另外，中油宣布天然气介绍配合政府稳定不价政策，在这月电价向后未调整，工业向后平均调降1.51%，民生用户就算比进口成本较低，啊，不过同款未调整，由中油来吸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